嘉义公所上午选伫市府开1000万所打造总长1572公尺的蓝色水花来向市长报告区政成果。同时，市长嘛已向在地议员甲乡亲说明，这几冬来市府对水路治理、到老旧校舍重建等改善，总共128件工程，已经投入2亿7000万来建设。市长强调，过去的庄脚嘛要像市区同款好行。这担任市长以后吼，这农路尤其溪北农路、水路，咱是特别重视。所以第一年的预算不是我编的，是第一年预算是进前的市长编的。所以咱甲执行煞，到2020的时阵，到去年第2年的时阵，咱就加1亿的预算吼。到今年的时阵，咱搁加1亿的预算。所以咧，这部分的农水路，咱希望搁今年底要审预算的时阵，咱搁加增加，互咱的百姓较好行，莫讲干那入咧市内吼路大条，搁平转来甲咱故乡遮拢路就较歹。我想这爱做一个改善。所以真欢喜拄则讲区长甲恁介绍甲恁简报的时阵，这个农水路的部分，咱有特别注重。当然，除了路边转等道路建设，包括北门地区文化馆、嘉义第2联合活动中心等需求，市府表示拢将争取经费来兴建。会后，市长嘛亲自率领10几位环保职工来扫街，要互市民大家里就亲像大厝内同款的舒适安心。台湾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。